今文来到约书亚记的第3章，第3章第7节到第17节，7到17节，这已经是摩西离开，已经离开这个以色列百姓，已经新的领袖，约书亚，新的领袖约书亚，会当先看因所徛起的所在，上大看到亚巴拉，亚巴拉海就是死海，死海。亚巴拉意思就是荒芜的意思了，死海。好，这个死海亚巴拉海一条细细的河就是约旦河，往上约旦河，那个一直去的变成加利利，加利利湖，一直去。约旦河无概括啦，平常的时候差不多30公尺，30公尺偌远，30公尺为我遮到，可能这个礼拜可能不到，没有这个礼拜堂那么长，30公尺，一个篮球场啦，一个篮球场那么长，所以它不是一条，不是一条这宽的河，不过咱的经文好到下的伊讲特别他有讲到说，伫收成的时，约旦的水常常搬过伊的花，收成的时候那就是雨季，雨季就无共款。我讲一般差不多30公尺，不过雨季的差不多超过100，不是100，1000，超过1公里，超过1公里，就是因要经过约旦河的时阵，迄阵是概括超过1公里，好，他们在什亭石亭那里，石亭在这里，石亭，过约旦河，咱来记一个话，因过约旦河。第一个讲的城就是亚里哥城，不过他们从石亭过去以后是去吉甲家，吉甲遐停留，这个时阵，咱今日的经文拢无袂当的，今日的经文还在约旦河的东边，石亭，好，咱的经文就写着，伊讲耶和华对约书亚讲，对今仔日起，我要互你。伫以色列人这人的面会目睭前最大，互因知我甲你伫地，我要让你在以色列人的眼前，目睭前真最大，我进前安怎甲摩西伫地，我要甲你伫地，亲像进前我甲摩西伫地共款，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来这清楚这个一个旧的领袖已经过去啊耶和华上帝伊要设立一个新的领袖所以伊才甲约书亚讲，我进前安怎甲摩西做伙，即马咧，我就共款甲你做伙。不要怀疑约书亚不可能无可能会当取代摩西的地位摩西的地位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直到后来所以几千年摩西的地位是无法度被取代的。不过以迄个领袖的地位，迄个时阵的领袖的地位一定要有人站起来所以一个介重要，咱今日经文一个介重要的目的耶和华上帝要设立约书亚成做一个新的领袖所以伫遮伊的应允就是我进前安怎甲摩西伫地，我即马共款要甲你做伙好，伊有一个应允上帝应允什么代志？讲就是我会对恁的面头前对以色列人的面头前，要赶出迦南人。赫人、希米人、比利西人、加萨人、阿摩利人、甲耶布斯人，就是一般人讲的迦南七族，原本住伫
甲咱地遮的人吼，然后讲我要甲遮的人赶出去，因为即块土地进前我就已经应允要互没有上。亚伯拉罕，天哪！英文没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吼，没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吼。所以讲，我要把这些土地顶面的人要赶走吼。可是，看下这讲归讲，凭什么信？哈，讲归讲，凭什么要信你讲这个？好，就是咱对古有一直以来，拢有一个。上帝的做法，就是一个兆头，吼，要互你看到一个 sign， 吼，上帝要互伊看到一个记号，吼，你若看到这个记号，你就知影我所应允的代志一定会成，吼，所以要看到什么记号？上帝要互因看到什么记号？这以色列人要看到什么记号？吼，就是约旦河沿呐，水会停落来，吼。这吼，这大个回复头前，亚哈甲约书亚讲的吼，我安怎甲摩西做伙，我犹原共款吼，甲你做伙吼。摩西伫以色列人面头前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伊带了遮以色列人安那离开埃及的时阵。过红海对不？哈，过红海，所以你可以完全理解哈，是安怎这段经文在描写的。摩西是带遮的人过红海啊，约书亚嘞，哈，过约旦河哈，这是好多讲的哈。我安怎甲摩西做伙，嘛要安怎甲你做伙哈？我要互你伫以色列人面头前哈，成最大哈，他建立约书亚。领袖的地位，哈，领袖的地位，好，所以我讲，上帝要互因看到一个 sign， 哈，看到一个神迹，哈，各位孩子，我们一定要记得，哈，神迹的意思，哈，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哈，咱常常会去有神迹迷惑。好，就是讲，嘿，真正吼，这伟大的吼，超自然的现象哦，安那其实那个不是重点，真正本身不是重点哦，真正是代表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当迄个记号是要表明讲，加真正的人是属于上帝的人，吼，是与神同在的，好啊，这有什么重要？这个很重要。如果他是对上帝啦，也是讲上帝所找肯的人，所以即马了后，伊要讲的话，伊要做的代志是最重要的。吼，迄个重心是放在这里，那个重点唔是迄个神迹本身吼，重点是迄个 sign 吼。好，所以讲上帝要互因看到一个记号，什么货？就是当遮个祭司吼，祭司爱先扛迄个约柜吼，当遮个祭司因个骹安那。踏入约旦河的时阵，吼，伊个骹一个稳着水吼，稳着水就是沾到水吼，稳着水吼，迄个对顶面流落来的水，就徛起来规堆吼，离沙离金亨吼，伊就是讲会让这个事情要发生吼，约旦河的水吼会停下来啊，堆叠起来吼。堆叠起来哈，那这个会多远？他都要讲话。约旦河伊的宽一般来讲是30公尺，啊那深3公尺哈，最深3公尺一点都不深哈，最深3公尺，所以真的是小水沟，可能比淡水河还小，哈。啊，不过雨季的时阵是超过1公里哈，那个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变化很大哈。那本来小小的，然后哇变成，其实应该是1.6公里哈，差不多超过1公里，向你跨哈。啊，最收停了来是从哪里到哪里停下来哈？哎，我有没有在？伊讲吼，当迄个。亚约柜的祭司骹去稳着水的时阵，水就要安那？要停吼。经文是讲为对停吼。再看一次这个图，会从哇，
会从这个亚当城，哦，很远哦，他们在这里，哦，他们是这里过的，会从亚当城在最的那，就全部停了哈。这里离耶利哥城因要过这个所在差不多快30公里，好，然后离这段8公里哈，差不多38公里，要40公里，水的拢搭起哈，搭起，所以是很宽的哈。为什么要那么宽？因为学者在猜想哈，在预估大概200万人吧。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过河，以色列人啊，你行一个方阵吼，安尼要行吼，一定要很宽呐，要很宽哈。所以对这里38公里的哇，是的，38公里的宽度哈，规个拢停落来，水拢停落来哈。所以伊讲到的意思是讲，当规个祭司跟迄个约柜啊，哈，12个祭司哦，迄是要安怎更啊？你是捌更过物件无？12个要安怎更啦？几个祭司啦？更约柜几个祭司？哈，原来大家都不晓得，约柜大概长什么样子？啊，方方的，像棺材，对不对？啊，你就想象棺材。啊边啊，伊设计的是边啊有孔可以穿过2条木棍，啊，所以几个人？4个嘛，哈，啊，4个人跟那个约柜哈，啊，应该徛伫上头前哈，这本来就是他们行军的顺序哦，约柜徛伫上头前，代表耶和华上帝哈，在带领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行军哈。往前走，你旷野都拢一直安尼行吼。啊，伫这个时阵，耶和华上帝甲约书亚讲，当迄个祭司的骹那问到水吼，就一脚一问落，哦，还不见得要踩下去哦，都问到水的那一刹那，安那，就会停下来哈。那我以前就讲过，哇，这4个祭司吼，谁要上面跟头前2个？哈，这4个若是你要跟头前，要跟后壁，哈，你要跟头前，还要跟后壁啦？要经验一下这个神机是不？啊，若无停咩啦？无停的，你就放水流吼。所以你可以想象吼，以4个人跟嘞哈，后面2个就一直往前面推，对不对？啊，前面2个一直怎么样？买啦，较慢的啦哈，哦，就是他们2个头前2个祭司卡哪去问到水，啊，然啦，好，整个神迹就要呈现了哈。好，到讲到刚刚讲了哈，摩西甲约书亚哈，上帝要做同款的代志哈，哇，手中的杖不是收哈，手哈。没有睡醒哦，手中的杖哦，摩西和红海分开对不？哦，啊，约书亚是啥物货？祭司伊跟迄个约柜的时阵，骹若问到水，吼，约旦河的安那就停落来吼，这是很像的事件吼，盖神的事件，就是讲要起做要设立这个约书亚。被加做一个新的领袖哈，新的领袖，这个是对一个群体来讲是不容易的代志哈，是不容易的事情哈。那还怎样？我上个礼拜我说，摩西绝对袂当过约旦河哈，他绝对不可以进迦南地哈。上帝会设计不爱互伊进迦南地，为什么？伫我的看法，好，不是圣经讲的那个理由，圣经讲那个理由是。摩西得罪耶和华上帝，然后耶和华上帝就不让他进迦南。你哪里理解？这个上帝就是小气巴拉，小气巴拉的上帝。我认为是要帮助约书亚成做一个新的领袖，摩西绝对袂当入迦南地。
这个是要从这个事件来开始呀，好，就要从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个就是爱约书亚，好，从这个事件开始，伊就是一个新的领袖哈，伊要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伫眼中，哈，一个新的领袖的诞生，哈，就那亲像进前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啊，这个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开始进入迦南地哈，约书亚这个名什么意思？约书亚哈，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救主，还是讲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哈？这个名介重要，因为后来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哈，后来亚收就是约书亚的希腊化的写法哈，啊耶稣是哈，就是约书亚的希腊化的写法哈。讲到耶稣这个名吼，全世界敢若英文的名叫出来，不是耶稣的名字哈。英文是国际语言，对不对？不过英文的耶稣怎么念 ？Jesus 是 G 的音哈 ，Jesus 哈。咱耶稣是念耶稣嘛，华音耶稣，这个都是希腊文的名字，是耶稣哈。只有英文是 Jesus 哈，我定咧讲，这讲英文的吼，大概记得咧叫耶稣，耶稣都唔知影伊咧叫伊，伊讲 Jesus， 你上知影你是咧叫耶稣吼，是耶稣还是耶稣哈？好，这个是约书亚，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哈，啊，耶稣是希腊化讲出来的名，同款的名，所以约书亚一直是。重要哈，这以色列民族重要的人物哈。我都讲过，一个群体内面，哈，一个群体内面，迄个新的领袖哈，新的带头者是不容易建造起来的哈，不容易哈。因为咱拢习惯，咱的惯性会遵从前一个领袖哈，进前迄个哈，除非伊真正有这。重要这大的作为，好也当立一个新的标杆，好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哈。今日经文无讲啊上尾哈，今日经文刚刚到17节的停下来哈。底下约书亚有吩咐讲，每一个支派都要选一个人，哈。当这个约柜祭司跟约柜是爱先。踮伫约旦河的中爱徛咧，吼，就停在那里，然后所有人过去了后，这12个人来为约柜徛的所在、约柜停的所在，捡12个石头，吼，应该是比较大的，比较不是那个小石头，比较大的石头扛在肩上，好，12个石头要带过迦南地，好，然后把它叠起来。动作是一个记号，我刚刚讲过，那是一个记号。好，等意思是讲，等以后恁的后裔、你们的子孙、恁的子孙若问这12个石头，这10个石头什么意思？恁得给他讲，会当给他讲这个故事，就是恁的祖先要入迦南地的时阵是迄个约旦河的水停落来，吼，所有人会当行过吼。这个是一个大的事件，帮助约书亚成做一个新。领袖哈，我都讲诶，我刚刚一直强调，一个团体、一个群体来面，一个新的领袖的建造跟设立是不容易的哈，不容易的哈，需要咱所有的人哈，所有的人哈，可以一起同心的去努力，这会来拍拼哈，愿意。分工哈，愿意服从哈，因为这个人一点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哈，有权柄的人哈。那讲到这里，就一定要跟咱的兄弟过来讨论什么叫做权柄哈。我讲过这一届，伫咱的经验，古代人的时候，在讲到权柄。跟地位有关系，跟地位有关系。你较有钱，你较有资源，你伫社会地位较悬的人，
就想象他是比较有权柄，对不？可以理解吧？好，不过伫咱的现代社会，咱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讲，什么款的人有权柄？authority 什么款的人有权威、有权柄是迄个必须要负责任的人。伊需要负责的迄个人，伊得有权柄，伊才会当负责，他才能负责。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交通警察大不大？小不溜丢啦。交通警察是这些官僚系统内面上细尾，对不？不过伊徛伫伊负责的十字路口，伊上大。伊叫上停，上台停。他掌握那个权柄，为什么？因为伊在负责，他必须负责。所以一样，当一个领袖，这个群体里面一个领袖要建立起来的时候，上重要的，伊要讲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要成为一个负责的人。上帝要给伊权柄，伊要负责，他要负责担下这个责任。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会当很圆满的去发挥，那就要看这个负责任的人，伊的专业够不够，专业好不好？伊愈专业，伊会当的愈会当负责，伊的权柄就越稳固。所以虽然这是较新的看法，不过咱用这款的看法来看约书亚，咱就会当了解，伊那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负责任的人，专业的人，上帝交伫伊手中的权柄，就会当完全的发挥。所以伫约书亚记嘛有记载上帝讲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勇敢去负起这个责任，带一些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开始一个新的天地，那个是不容易的代志，经过接下来的是不断的战争，小台竞争，一个城一个城攻城略地，这个是要有很大的责任在的心中，如果愿意负责任的人，咱就要给伊权柄，他就有权柄，这样子他才有办法负他的责任。这个新的一个时代开始，进入迦南地，这个约书亚，上帝给他足够的权柄，用这个新家做一个记号 sign， 做一个记号，要让所有一些人知影，恁即马头前这个领袖，就甲进前带恁出埃及的迄个摩西是同款有上帝权柄的人。这一些人是不是愿意要照原本服从摩西这款的态度，继续服从这个约书亚，继续行上帝要对为因备办的道路，一样。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不管咱今嘛看一个教会，看一个规个教派，整个长老会，是要看台湾这个国家，这些居于领袖地位的，要徛伫头前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是不是会当很好的带领？那这真的要看他是不是愿意负责，他是不是愿意负责任，然后他是不是愿意操练他的专业，操练他的专业，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承接这个权柄的人。如果你看到的领袖就是不愿意负责，都是别人的错，我现在就想到一个人你们想的跟我一样好，都是别人的错，不沾锅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这个
每当加做一个好的领袖，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约书亚是不是上帝起着这个领袖，是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其实我们整个约书亚记看下去，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好的领袖。因为即摆若佫讲咧，咱即摆以后毋是约书亚记一直下去吼，经课表不是这么排的吼。可以讲一个约书亚跟摩西无共款的所在。我这样从出埃及记一路读下去，然后约书亚记，摩西伊咧做领袖的时阵，圣经特别记载，伊有带啥物人甲伊做伙？有无？伊就是带啥？亚伦跟他平辈的吼，伊有带后辈，就是带约书亚，是不是？吼，要上山，要烧台吼。其实圣经有特别描述摩西带领的约书亚，好一直在学习。你哪看约书亚记吼，约书亚跟我带，有没有？没有，好，没有。约书亚没有去带领一个新的，所以你就发现接下来约书亚记接下来什么？约书亚记接下来在描述什么？士师记，对吧？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时代，对吧？哦，个人都自以为王的时代哈。啊，就是讲，约书亚伊无带一个，无牵一个狮仔啦，吼，伊无带一个后继者哈。不过摩西有，摩西有哈。不过我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他只是没有带出一个新的领袖哈，这是科学的所在哈。今日咱看到一个重点，其实耶和华上帝嘛知影，无法度没有人可以取代摩西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没有人。不过有缘要有新的领袖产生，所以一开始就给伊一个记号，给一个记号，跟摩西很像的记号，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这真正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要让一些人看到这个记号，因就知影这个人是跟上帝做伙。到现在时代，我们已经不会像旧约的啊，是讲新约圣经常常描写的，会看到迄种记号啊。好，因为咱即卖上帝话最清楚。上帝的话语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记号的功用已经不需要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到领袖，看到记号，看到什么款的人是跟上帝徛做伙？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寻见、要去看到的。好，咱伫新约以后的人，咱每一个基督徒心内拢性命内面拢有圣心。都有圣灵，都有能力，会当分辨，会当辩证，会当分辨什么样的人是跟上帝同在的人，甚至于也当分辨咱家己是不是跟上帝同在的人。那个关系的建立是最重要的。今日咱呢，周报我写在周报封面的那篇短文。就是在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概念。咱较拍拼、较理性的基督徒，拢会去想讲，我是要为主做工，为主服侍主、服侍人，我要做这件代志，来表明我是好的基督徒。不过其实另外一个观念，甲今日这题目有关系的是，甲上帝同行。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概念，与主同行是比较重要的概念，是赢过迄个为主做工的这个概念，所以重点不是你服侍什么代志，重点不是你已经为上帝做什么代志，重点是咱是不是跟上帝徛做伙，咱是不是跟上帝行做伙，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跟上帝站在一起，走在一起？这咱一世人爱憔悴
一世人爱调整，一世人爱去反省的吼。啊，咱若忽然间行较远的，忽然间总迷路了，无要紧，我们就认罪悔改，我们就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伫遮清楚看到，上帝拣选约书亚，真做甲伊行做伙的人，跟他走在一起的人。毋茫咱伫咱的时代，伫咱家己的处境，伫咱家己的事件，咱的生命，咱嘛是共款，要甲上帝行做伙的人。咱担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即马已经无需要一个新者来证明阮是你所拣选的。阮即马已经无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一个兆头，较会当显明讲阮是属于你的人。阿爸爸，阮每一个有信心甲阮同在的人，阮即马就把阮的性命、生活活出来，是合理你的心意，是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价值，是属于上帝国的生活的款，安尼就会当表明，阮是属于你的，阮是你所找拣的，阮是你所拣选的。所以帮助阮，伫每一天，阮拢照起工来做；每一天，阮拢认真去珍惜、去维持甲你的关系。无论阮做甚物款代志，拢是用甲你三角恋的即款的生命的款式来做。顶到做甚物货，毋是重点。是啥物款的生命的款式在做啥物代志，这才是重点。求你保守阮这人，是伫甲你三角恋的生命的关系。担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